着称谢入伊的门，着呵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称颂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着称谢入伊的门，着呵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呵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存到永远，伊的信实直到万世代。互咱做伙起立来呵乐咱的主。
跟你说，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我们单单要认定你。主啊，我们要专心的来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主啊，求你引领我们，在我们所行的路上引领我们，引领我们。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一直再次跟主说，我要专心仰赖你。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啊，我们单单要跟随你，单单要仰望你。主啊，我们将阮的一生献予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愿阮一生单单跟对主你的脚步。主啊，你真做阮的主，真做阮的上帝，引带阮头前的路。因为阮相信，当阮无毋忙，当阮无瓦靠的时，你要引带阮继续行伫头前的路，要真做阮的帮站，真做阮的瓦靠。你的话定我心，当我无毋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定我心，当我无依靠的心，予我毋茫
什么美丽？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的努力，求你用我最里的基础，将你的名分扬出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的努力，求你用我最里的基础，将你的名分扬出去。求你用我最里的基础，将你的名分扬出去。是啊，主啊，这是阮伫你的面前所摆列的祈祷。我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一生的帮助，成做阮的毋望，成做阮的倚靠。主啊，求你将我又使用阮的一生，伫你面前，我搁要一摆讲，主啊，我要跟对你，要将阮的一生献予你，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你的呼召甲听。坚持一生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我要将一生献予你，求你永远做你合用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主啊，感谢你的恩宠，感谢你为着阮的罪，为是伫家顶流出宝血。主啊，愿阮的一生会当成做你所路用的器皿，会当将你的听对阮的性命分享出去。成做祝福，去祝福阮身边的人。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吟圣诗，请掀开圣诗165首，圣会度日的地基，圣会度日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建立，设立永远天国，对天降临赎回伊，做主圣洁新娘，用火用听来买伊，替死伫地面上，请起立吟全首。
咱同心出声来宣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主，愿荣耀权能拢归乎你。阮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有智慧去分别好歹。伫至圣的主日，阮自即地，你是阮的宝座前，要来敬拜你、学乐你。求主引带阮，管理阮的心灵，互阮的言语行为拢合伫你的旨意。求你赦免阮的罪，医治阮当中有身体病痛、心灵软弱的，互因会通经历主你的恩典。今主日是文艺传道纪念主日，学院采拜林牧师前来本会请安讲道，愿主赐福伊的服侍甲身体。即时求主安静阮的心，互阮会通专心来领受牧师所讲的信息。阮要将今主日的礼拜完全交托，求主固守每一个参与服侍的同工，求主的圣神教阮伫地，互阮明白你的教示。帮助教会事工进行顺遂，互阮会通同心合意。因为阮知主你是阮随时的帮助甲避难所。当阮拄着试炼的时，只有我靠你。求你掌管阮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阮要尽心尽意听你、敬拜你，一生跟对你，为主做工。靠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即时咱来启用，请掀开启用文16篇。启用文16篇，显着咱三甲来启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义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乐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咱来看圣经，请掀开旧约约书亚记14章6节到15节。旧约约书亚记14章6节到15节，显着我来读。迄时犹大人伫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耶夫尼的囝加勒甲伊讲：早伫加底斯巴尼亚，耶和华对上帝的奴仆摩西所讲，关系你我的代志，你拢知。耶和华的奴仆摩西对加底斯巴尼亚找我偷看迄个地。迄时我拄仔40岁，我尽我的心回复伊，总是教我上去遐个兄弟，互百姓心实志，独到我专心对耶和华我的上帝。当日摩西就怎讲：你的脚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作业，因为你专心跟对耶和华我的上帝。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咧，已经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遮个话时，看，现今我85岁啦，我抑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真正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互我，因为迄日你也听见。伫遐有阿拉族的人，伊的声夸大坚固。若耶和华教我伫地，我就要赶因出。照耶和华所讲的，约书亚就甲伊祝福，用希伯伦互耶夫尼的囝加勒作业。
所以希伯伦做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囝加勒的产业，直到今仔日，因为伊专心跟对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希伯伦前叫基利阿巴，迄个阿巴是阿拉族中第一大个人，对安尼国内太平无过交战。上帝的话看到遮，即时咱请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专心跟对主。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真欢喜会当受派来到伫咱的中间。咱教会过去对文字传道有真大的贡献，咱有真侪的奉献。文字传道的主日，咱就知影教会广播社有出版教会公报。也是更新周刊，咱逐礼拜周报拢有即个更新周刊，也有新眼光读经，会通帮助咱伫属灵顶面得到真大的造就。希望咱伫即个文字传道主日的时，有缘会通继续来为着文字传道的事工来祷奉献。今早起的题目是专心跟对主，专心跟对主。伫还未讲道以前我要甲咱大家分享最近我去国教会讲道所看到的两个问题甲咱大家先分享一下。头一个是关系祝福甲祝福有无共？有一首诗歌咱拢真熟耶和华祝福满满其实这个歌名是错误的我较快会解说。咱即首诗歌就是迄个田中的白灵丝，无欠亏是米咱拢真熟我逐先讲伊内面有一句讲何地上发芽结实其实咱台语无咧讲发芽啦，咱安怎讲？讲布芽啦这是头一个过来咱来看人对人是用祝福，因为人的祝福无一定会实现。上帝对人是用祝福，因为上帝的祝福一定会实现。譬如我甲你讲，我祝福你身体健康，食饱字，但是你无一定会食饱字那是我安尼祝福尔。但是若上帝甲你讲我要祝福你身体健康，食饱字，哇，安尼你不死啊，你一定食饱字的，因为上帝的祝福一定会实现。所以咱常常听着讲，愿上帝大大祝福你，安尼对无？毋对。耶和华祝福满满，对无？毋对。因为上帝是用祝福，上帝毋是用祝福啦。因为祝福都无一定会实现啦，但是祝福一定会实现所以这是甲咱分享。这有圣经根据无？有啊。伫创世记12章第3节讲，上帝对亚伯兰讲：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互伊。圣经分甲真清楚为你祝福的，就是讲人甲亚伯拉罕祝福甲你祝福迄个人我就要祝福互伊上帝是用祝福，因为一定会实现人是只有会通祝福尔，因为咱无法度祝福咱毋是上帝所以这是我伫真侪教会所看到的这个情形会甲咱大家分享第二个就是阮甲咱的这个问题伫台语有阮甲咱的这个分别，但是伫华语这两个拢是我们啦无分别，华语无分别，拢是我们譬如我甲你讲，阮要去教会，安尼就是阮遮的人，阮要去教会，无包括你无包括对方。若我甲你讲，咱要去教会，安尼就是你嘛爱甲我去就对啦咱要去教会，咱对方嘛包括在内所以阮是无包括对方你甲伊讲话迄个对方，咱是有包括对方。因为我捌听到书会迄拢是较少年的中级台语抑阁毋是真认同，也是讲真了解伊书会祈祷讲，上帝啊，咱拢是罪人，安尼对无？安尼对无？
毋对啊，上帝啊，咱拢是罪人，都包括上帝安尼，包括上帝嘛是罪人啊，对毋对？我来讲华语吼，你讲上帝啊，我们都是罪人。听的人知影你咧讲无包括上帝，因为自然就去分别啦，对无？啊，但是台语就一定爱甲分别吼。只会当讲上帝啊，阮拢是罪人，求你赦免。吼，迄就无包括上帝吼，所以这是阮甲咱的迄个分别，咱一定爱分得清楚。因为我常常伫教会听到师会咧祈祷，拢会用即个咱吼，拢甲上帝包括在内吼。所以咱会记祈祷吼，绝对袂当用咱。咱的祈祷绝对无咱，那咱就一定毋对哈。祈祷只会当用阮，哦，像拄则我咧讲的，上帝啊，阮拢是罪人。哦，你若讲上帝啊，咱拢是罪人，绝对毋对哈。所以祈祷绝对袂去用到咱，只会用阮。啊，有我听到有诶中职咧祈祷讲，啊，咱着爱拍拼做工，啊，咱着爱去传福音。当然，迄个内容是无毋对，毋过你安尼讲的是你的对象，你毋是对上帝咧祈祷咧，你是对会众咧勉励，对无？你讲咱着爱拍拼做工，是咧对会众勉励，你无可能甲上帝讲咱着爱拍拼做工，上帝要甲你做啥物工，对无？吼，所以这是咱爱想讲，咱咧祈祷是对象是上帝，毋是咧对会众祈祷，所以毋通讲哦，咱着爱拍拼做工，咱着爱读经祈祷，这拢。听起来拢足奇怪啦吼，所以这是甲咱三个分享。好，今仔日的题目是专心军地主，专心军地主。咱要对圣经的一个人物，就是加勒来讲这个专心军地主这个主题。伫民数记13章有记载，以色列百姓伫摩西的带领出埃及，伫旷野流浪40年。来到伫迦南地的边界，迄个时阵，摩西就找12个探子进入迦南地，要去看迄个迦南地到底是生做啥款。这12个探子入去了后，因看去讲，哇，迦南地是足水的土地，哇，遐牛羊拢真肥，遮个迄个五谷啦，吼。水果啦，哇，拢足济，所以因称作老年老密的地。老年老密的地，就是讲，吼，你要食迄牛奶、羊奶拢足济，迄个水果哇，足甜吼，足好食。所以你看因对迦南地炸转来遮个水果，哇，迄葡萄足大粒，拢爱用光的吼。但是呢，因并无介欢喜吼，其中有10个探子就甲以色列人报告讲：哇，咱惨啊！咱若要入去迦南地，咱会足惨的，因为因的城是足坚固的啦，咱根本就无法度攻入去。好，因的人佫足大汉、足勇猛的吼，武器佫真厉害，所以因就讲，咱入去吼，我看咱就亲像一只草莓共款，去互打就打死安尼。所以因讲到吼，足可怜安尼啦。遐个百姓听甲真惊吓，讲哇，安尼惨啊惨啊惨啊！安尼咱稳死的，足侪百姓仲伫遐啼哭。但是其中有两个人，就是即个约书亚甲迦勒吼，因两个人就对遐个百姓讲，恁毋免惊吼，因为是上帝引带咱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上帝甲咱同在，上帝帮助咱一定会当拍赢这个对敌。这是无共款的声音啦，所以有两种的声音。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因有拄到这个艰难，拄到这个问题，到底要安怎选择？要进入迦南地，还是无爱进入迦南地？因来做一个选择吼。我进前捌伫一间教会牧会，迄间教会牧师馆是伫
迄个公务的公务的厝啊，牧师馆伫4楼，1楼是礼拜堂。啊，有迄阵阮的大汉囡仔才小学6年小学6年啊要毕业啊，因迄班有办一个即个毕业的餐会啦家长爱准备一项食物去，牧师呢甲我讲，伊要准备迄个炸鸡块炸鸡块，伊就一鼎油放伫迄个假水遐，火甲转落甲我讲，你载我来去买迄个鸡块安尼我就骑机车载伊去买鸡块。买倒来时阮咧着公务的4楼嘛我看1楼咧一大群人啦，一大群人伫1楼啊，我想奇怪是啥物代志，一大群人伫1楼。结果阮到位的时遐个人紧张到要死，讲恁到4楼火烧厝啊啦，紧去哩。我去哩，有影是迄火足大声啦，因为迄鼎油烧起来啦，迄火足大个啦。但是迄火去烧着边仔拄有迄个水管就是迄水道水的水管，迄个塑胶的水管，烧破去，破一空。你敢知影？因为阮4楼水压较低，所以阮有用迄个莫达加压，所以迄水足强。迄破一空安尼钻出来，迄水拄好钻对火遐啦，规个真紧的，迄火就灭掉啊！无火烧厝，感谢主！哇，这真正上帝恩典因为迄若无迄水去钻迄就真正火烧厝，迄就足严重的代志。结果嘛有人去报消防队，消防队来，我讲无啦，火熄去啊！你讲，较紧就熄去，因为开始的时是足大，大家惊到要死。遐个楼骹，因为因也袂当入去啊，阮无转来，因嘛袂当入去，互我锁咧嘛。所以真正是体验着讲上帝奇妙的恩典虽然看起来真紧张、真危险，毋过上帝保守我迄个囡仔转来看到这个情形，就甲我讲：爸，我告诉你一切都是为了美好的明天安尼。伊讲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我想想咧，嘛是有道理咧虽然真紧张毋过嘛是拢真平安啦上帝的保守，所以上帝嘛，互阮一个真好的即个经验体会着伊的恩典，嘛互阮一个真好的教训，就是讲以后即个用火爱作细致人讲水火无情爱作细致，这嘛是阮一个教训有一个将军，伊有一天带兵出去相战，结果伊的即个大武知去互对着甲伊射转去。伊转来时真正懊恼，讲我安尼去相战，即个大武知去射转去，我都无法度搁举我的即个武器啊！伊就真懊恼。伊的副官看伊真懊恼，就甲伊讲：将军啊！你免遐尼懊恼啦，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但是这个将军真无欢喜，伊讲我大武知影转去，你搁讲啥物美好的明仔日？我有啥物美好的明仔日？结果伊就人心情真歹，就骑马出去，走真远，结果走到一个迄个野蛮民族的所在，去互遐野蛮民族甲掠起来，甲绑起来，讲要甲伊献互因的性命。因带到生命的面前是看着讲，即个人大武知影转去伊讲即个袂使献互生命，咱献互生命就爱无下士的无下士的人才会当献互生命。只好就甲伊偷放即个将军转来到厝，伊才想着讲有影呢，迄个副官咧甲伊讲的，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伊即个大武知影若无转去伊今仔日就去互人献祭伊今仔日就无命啦兄弟姊妹，基督徒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困难、什么款的挑战，咱拢爱相信，伫主的带领，一切拢是为着美好的明仔日。咱来看加勒是怎样来专心跟对主。第一，照上帝的心意回报，照上帝的心意回报。约书亚14章第7节。上主的奴仆摩西对加迪斯巴尼亚找我偷看即个地，
迄时我拄啊40岁，我尽我的心恢复伊。当时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约书亚伫吉甲伫遐咧分土地吼，分互遮个12个支派。迄个时阵，忽然间有一个老人走出来吼，伊讲：我有权利大声得到土地，我有权利得到即个希伯伦即个土地。伊就家己讲啊，伊讲因为当时我甲遐个10个探子来探即个地，只有我甲即个约书亚伫遐安慰百姓，鼓励因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就讲吼，讲咱所得到即个土地，就是即个约书亚甲迦勒因真大的即个功劳。所以摩西伫遐讲，即个土地对迦勒讲吼，讲即个土地要赏赐你甲你的子孙永远作业吼。你讲伊搭迄个土地就是希伯伦即个土地吼，所以即个迦勒伊就出来讲，这是摩西当时有即款的应允吼，要将即个土地来赏赐互我。咱知影，当时迄10个探子，因是真惊吓，因为因看到的是事实啊。迦南人真大汉，真勇猛，因的城真坚固。若靠人的气力，真正是会惊啦吼。看到遐情形，就会软脚啦。毋过，即种的情形，就是爱倚靠上帝，只有上帝会通帮咱吼。亲像大卫甲哥利亚挑战，你看哥利亚足大汉、足勇猛，伊是一个真厉害的战士。大卫当时只是一个少年人，伊也无啥物武器，伊唯一的武器就是伊咧顾羊吼，有一个笛啊，笛石头，若有迄个有即个野兽来时，伊就用迄石头甲射出去吼。来对付遐野兽，伊只有即个物件尔。所以伊来的时，伊甲哥利亚讲：你相战是靠你的刀，靠你的枪，毋过我相战是靠万军的上主，我的上帝。所以伊就用一粒石头放伫迄个地仔遐，甲射出去，准吼，拍着即个哥利亚的头壳心。哥利亚虽倒落吼。拍伫涂骹死伫遐，所以咱看对人来看这是无可能，毋过若有上帝的帮助，凡事拢是可能。现即个咱看一项代志，就是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相信上帝甲咱同在，咱就会得胜。第二，争取应允。约书亚14章第9节，当日摩西对迦勒咒诅讲：你的脚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作业，因为你专心跟对上主我的上帝。咱看见迦勒伫40岁时，摩西应允讲，即个土地要来归互伊。伊到85岁时，伊才得到即个土地。为什么伊遮尔久的时间，伊拢一直咧坚持要得到即个土地？因为迦勒知影上帝所要赏赐的是上宝贵的，是超越一切的恩典吼。亲像一个人，伊看到即个公园的即个水池啊，讲哇，这水池啊真水哦，内面阁有鱼啊安尼。但是有一天伊若去日月潭旅游的时，看到日月潭，讲哇，日月潭阁较水，阁较大，迄水池啊袂比一啊安尼吼。总是伊若有机会去看到世界上大的这尼加拉大瀑布，哇！伊一定感觉讲，这有影有够大，这有影有够水，安尼迄个日月潭袂比一安尼吼。所以，亲像安尼，迦勒伊知影上帝所要赏赐的，就亲像迄尼加拉大瀑布是上好的，是上水、老年老味的土地，是其他的土地所袂通比较的。迦勒相信啦吼，上帝已经赏赐予伊，
所以伊要紧紧进入这个迦南地，来得到这个希伯伦的土地。嘿，这个加勒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好模样。咱是毋是有经历过主的恩典是遮尔宝贵，互咱甘心乐意来跟地主。报金魂沉录，这是一篇真古早以前的一个电影，毋过这是真好的电影吼，咱若有机会爱去看这个电影吼。有人看过这电影无？无吼。我本来有迄个影片啦，毋知可能借人看，毋知借到对倒去拢无去。这个《报金魂沉录》伊的原名吼叫做科巴迪斯吼，就是这个倒酒瓶的科巴迪斯，这是拉丁文，意思是讲你要去倒位吼，这是迄个内面的一个对话啦，就是伫罗马帝国的时代，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禄哦，伊真怨妒遐个基督徒吼，因为基督徒拢讲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啊，因罗马人吼，因拢会讲迄个皇帝是主，皇帝是主安尼吼，结果基督徒拢讲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所以伊就足讨厌这个基督徒吼，就想讲要甲害互死。啊，这个尼禄皇帝有时讲伊就想一个阴谋。伊就是叫人放火烧这个罗马城，然后就放一个谣言讲，基督徒吼，因敢若拜耶稣吼，所以因足讨厌遐个偶像，吼，咱罗马城的偶像因足讨厌，因就放火烧城啦，要甲遐个偶像拢烧掉呢。吼，啊，这个谣言一个放出去吼，伊就迄个派兵去掠基督徒吼，讲恁。竟然敢放火烧这个罗马城吼，所有基督徒拢掠起来，拢爱处死安尼。迄个时阵，耶稣的门徒彼得伫罗马咧传福音，遐信徒为着要保护伊，就偷偷送伊出去罗马城。彼得行出去罗马城的时，竟然看到耶稣对头前行来。伊感觉真奇怪，耶稣哪会行对遮来？伊就问耶稣讲：“主啊，你要去倒位？”哦，就是即句吼，科巴迪斯吼，你要去倒位？耶稣甲伊讲：“我要去罗马城，甲我的百姓三甲受苦，甲我的百姓当顶十字架。”哦，彼得听着，就随时跪落来讲：“主啊，你毋通去，我来去就好。”所以伊就搁倒转去罗马城。结果彼得就是伫罗马城受掠，哦，甲遐个基督徒做伙伫遐顶十字架。啊，伊甲遐个兵丁讲我袂堪你亲像我的主安尼顶十字架，所以恁着爱甲我颠倒头顶吼。所以伊讲，你着爱颠倒头顶，伊是头壳往下底，骹往顶悬安尼顶十字架死。哦，这是伫即个电影内面所咧描写当时基督徒因怎样。为着主，为着福音，为着信仰，坚持到落尾吼。所以咱看见彼得甲初代基督徒，为什么甘愿为着主的缘故来受苦，甚至牺牲性命？因为因有体验着主的恩惠是遮尔宝贵，因知影将来伫天顶的福气是即个世间所袂比的。现即个你有经历着主的恩典是遮尔宝贵。你有即款的信心要领受主的应允啊无？第三，有气力赶出对敌，有气力赶出对敌。约书亚14章11节到12节，我要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上主迄日所讲的山地予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见，伫遐有阿拉伯族的人，伊的城扩大坚固。若上主甲我伫地，我就要赶因出，照上主所讲的。加勒伫伊85岁时，伊讲我要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一日。加勒相信上帝甲伊同在，伊一定
有气力来拍赢对敌，得到伊所要爱的土地，因为伊甲伊的子孙要永远徛起伫迄个土地。以赛亚40章29节到31节，亚善的伊互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少年人也会为善，勇壮的人也会跋倒。独独我靠上主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因走也无野，行也无闲。听候上帝的人，上帝要亲近伊。加勒这45年，伊就是逐日在听候上帝，亲近上帝。伊尊叹上帝的话，伊追求属灵的福气，伊有真大的这个能力来打败遐个对敌，来得到伊所要爱的土地。因为伊专心顺服主，最后伊就得到这个极大的福气。搁再有一个原话，原话吼，伊要对伊三个即个真优秀的即个员工内面，拣一个来做伊的即个管家。有一天伊就叫这三个员工来，甲因讲今早起吼，恁的工课就是恁三个人去迄个古井遐去遐担水，甲水担去迄个灶骹，遐有三个即个水缸，恁一人负责一个水缸，甲水担去迄个水缸遐吼，倒伫水缸遐，甲倒甜啊。这三个人就去安尼吼，因就去迄个古井遐抢水担水，就到伫即个厨房，甲这水倒伫迄个水缸内底。结果因一个倒来讲，这水缸下底就破啊！这水倒来拢漏了了呢。伊讲到底咱的主人吼，冤家是咧变啥物网安尼，较会叫咱倒水伫即个破的水缸内底，就较安怎倒嘛是漏去。所以有两个，因就讲安尼咱就毋免做啦，做即个白了工的吼，敢会是冤家毋知影这是破空的水缸，咱就毋免做啊。到时甲伊讲，迄就破空安就好。所以有两个即个员工，因就伫迄厨房遐休困吼。但是另外一个，伊就讲，咱袂使安尼，因为冤家吼，甲咱讲，咱会早起的工课就是去担水，倒伫即个水缸内底。不管即个水缸是破还是无破吼，咱的工作就是去担水，倒伫水缸，这都伊甲咱交代的嘛吼，咱就要听伊的话，咱就要顺服，做咱应该做的。所以这第三个继续戆戆去担水，倒伫水缸，当然水拢流了了。毋过伊就想讲冤家就交代阮会早起的工课就是做这吼，所以就不管啦，伊就继续担水去倒伫迄水缸。后来冤家就来吼，这冤家来是看到只有一个，佮伫遐咧担水，倒伫水缸，伊就甲伊讲真好，伊讲你就是一个忠心可靠的即个员工，你就是我要拣的即个管家，今仔日你就是我的管家，安尼吼。所以即个人就真做即个冤家的管家。为什么伊会当真做管家？咱嘛知影，因为伊就是顺服吼，不管这水缸会流袂流，我就尽我应该做的，我来做好。冤家交代，我就做好。兄姊妹，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就是爱专心跟地主，专心顺服主，因为上帝意念关过咱的意念，伫咱人生的路途的中间，有真济代志咱无明白，所以咱袂使讲哇，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拄着困难，拄着艰苦，咱就埋怨上帝，咱就毋肯顺服上帝，那安尼咱就会失去真济的恩典。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的一生就是只有专心跟地主，专心顺服主，安尼咱才会通得到迄个无限的福气。
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主日的时带领阮来教会敬拜主、服侍主。阮来到主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敬拜主，求主施恩赐福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求主帮助阮脱离魔鬼的攻击，互阮凡事会当倚靠主，赢过世上一切的苦难。求主帮助阮学习加力的信心，专心跟对主，无论拄着偌大的挑战、偌大的凶恶的对敌，主你的气力帮助阮。主你是阮的盾牌，是阮的保护者，互阮倚靠主的大能大力，阮会通得胜，搁再得胜，直到阮进入迦南地。阮安尼祈祷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来吟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求主施大恩，互我来亲近，我心羡慕，深深意爱，情愿一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永点我心内，永点我心内，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时我来报告，请摕出手中的酒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有62人，奉献5830块；主日二有12人，奉献470块；拜一妇女团契有13人，拜三祈祷会有20人，拜六青少年团契有10人，拜六少年团契有6人。下主日事工分配，讲道是陈秀安牧师，诗会徐文川执事，苏琴、黄恩婷姐妹，当地的黄金秀长老、吴明勇长老。敬拜第4组，电子琴林嘉恩姐妹；主日二第4组，影音导播李玉洁、杨仲成；交代小贵妹马雅琪；交通组有刘祖义、佘安兰。下周事工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日敬拜马雅琪姐妹，地点教会1楼；拜三祈祷会，主日黄志强长老、苏琴、柯玉昭长老，大岛家庭杨丽香姊妹。拜四中职探访家庭李世赞兄弟家庭，轮值探访的有吴明勇长老甲柯玉昭长老。拜六青少年团契敬拜黄家乐同学、破冰张家恩同学，内容是团契时间。拜六少年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圣诗1首甲244首，圣经约翰福音3章1节到15节。题目实实在在的为人。本周金句记载伫约书亚记14章11节，台语国语，咱做伙来读。我要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真正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国语，现今我还很健壮，像摩西差派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战争，是出入，我现在的力量和那时的力量一样。教会消息第一点，今主日是文艺纪念主日，学院差派林朝成牧师前来本会请安讲道，愿主赐福伊的家庭、身体甲服侍。第二，今主日礼拜后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步参加会议。第三，今主日礼拜后，主日二召开会议，请老师同工留步参加会议。第四，请教会国部部长召开会议，检讨2026年预定事工，请伫7月底完成。第五，青少年团契举办中分教会 logo 设计征稿竞赛，邀请大家以基督的疼甲代表中分教会特色为主轴。为中分教会设计 logo， 征稿时间对即日起到8月24日截止，请将作品甲报名表交予郑梦圆执事或李玉洁执事。详细征稿规定甲报名表放伫同一道。第六，中分教会一日的野外礼拜，礼拜后由玉昭长老补充报告。第七，高雄中华妇女事工举办3天2暝灵修营，地点是云雾缭绕太平山铁道、建琴古道、鸠之泽3日游，日期是11月6号到11月8号，拜四到拜六，即日起开放报名到8月4号截止，请向会长李敏秀会长报名。第八，呼吁兄弟姊妹来礼拜，家己带茶喉仔，尽量减用塑胶杯仔，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并会通减少环保的污染。第九，本会若有身体无便的兄弟，想要参加主日礼拜，老主义长老会通开车到厝接送，时间是每主日下午9点20分。需要的请甲告知黄登守长老。第十，下主日正道讲道是陈秀安牧师，圣经是创世界14章17到24。题目是至关上帝的祭司。大岛事项请教每日项目为以下代志守望大岛，特别提名为病痛、为年长、为心灵甲生活，请为因提名大岛。
顶周7月13奉献名册表，若有登记毋对的，请找李敏秀技师更正。我来报告金主日的奉献，月定现金有9人奉献13500块，感恩现金有4人9500块，建堂现金有7人16000块，妇女团契有3人2500块，主日2现金有1人500块，敬拜赞美团现金有1人500块，相连团契现金有1人500块，对外现金有2人2000块，奉献总计是47240块。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歌。我来补充报告。伫报告进前，我先来介绍咱今仔日有2位咱的来宾，咱的来宾一位是即个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队的金尔军弟兄来请起来，拍手咱甲伊欢迎，好，请坐，欢迎你，很欢迎你有经过这里，经常来这里做礼拜。欢迎你。再来一位是咱的思涵的朋友，思涵的朋友叫做王胜凯，来请起来，让我们拍掌，欢迎你。好，欢迎你来。好，请坐。真欢喜今仔看到2位帅哥来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再来，我来报告这个亚华礼拜，我来报告亚华礼拜。咱伫亚华礼拜，今年是8月17，就是后个月的8月17个礼拜日。伫咱的内底，我拢已经有先传出去，互人看，先告知咱拢大约知影。我伫遮来简单来甲咱报告几项，毋过咱着爱注意。我来报告咱的地点，拢敢知影要去佗？美容对，一日。亚华礼拜日期是即个8月17礼拜日地点，美容阁有基山的观光糖厂，阁有即个原乡营的即个纸伞文物馆，即拢就是伫迄个路线安尼走的过来，咱的收费收费即届。即届真正咱的会内会外弟兄姐妹拢共款就是伫遮咱的收费拢总有950块，咱一游览车、保险、中昼烤肉，搁伫遐搁有一个同万盛的物件，搁有豆麻糍，搁有做麻糍所以费用950块，咱的教会甲咱补助450块，咱家己。交500块，会内会外拢共款，即届拢共款过来，即个收费的标准咱的会内的长辈70岁以上，专业教会补助免费，3岁以下就是像梦妍因迄个查某囝安尼抱伫手的。坐游览车无占车位，食饭无占食饭位，安尼拢毋免交钱，但是保险教会会甲伊保，伊拢毋免费用，教会甲保险过来，假使讲你若是迄天8月17，你真正拢袂当去，你报名，安尼要安怎？你嘛会当叫人代替，会内会外。你只要邀请伊，
代替，嘛是500块。但是伫咱的长辈70岁以上无钱的哦，免费的这，你若邀请，比如讲安南兄伊邀请伊的朋友，伊是会外的，安南兄若袂当去，伊要叫伊的朋友代替，歹势，即个爱交500块，因为教会已经有甲伊补助450块啊，吼，所以伊就无免费哦，70岁以上的，吼，咱教会免费，毋过你若袂当去，你要叫别人去，那安尼伊爱交500块哦，吼，甲咱报告，互咱较详细一点啊。再来，报名的时间对今仔日开始，礼拜后你就会当报名吼。咱的会来报名是到8月初3，吼，3礼拜互咱报名。若人数不足，伊算2台游览车是80个人。若是无到80个人的话，咱伫8月初4。咱报到8月初3嘛，8月初4到8月初9，一礼拜就是开放，互咱的会员来报名。若是你的侄婿、你的亲人、你的翁婿，吼，也是你的姐姐，拢即马就会当报名。什么叫做会员的朋友？就是讲，毋是你的亲情，是咱的隔壁，我甲伊邀请，吼，迄个就较慢嘞。迄个等咱教会优先先报名，报了的时阵，咱搁来互因报，安尼对咱的教会兄弟姊妹较袂歹势，吼，而且甲咱补充即几项。报名要转啥来报名？咱即届吼，因为咱的第2长老是咱丁守长老，伊足侪事工要做，真辛苦，所以阮即届报名不爱互伊修理，太累了，太多事情了。伊即马好好啊，事务教会事务做，第2长老好啊去运作吼分配吼，阮的工课安尼就好啊吼。所以即个收费由我甲敏秀执事，阮2个来受理报名，安尼恁知吼？吼，报名，阮来报名。报名为今仔日开始就会当报名吼。过来，我的手中有一份报名表，即个报名表内底有咱要去的所在，吼教费用拢伫内底真清楚。吼，拢伫内底真清楚。客转去，恁兜若有5个人，遮拢总有5家，你拢全部甲写1张就好啊，写1张就好啊。吼，就甲阮2个报名安尼。好，伫遮即个约个礼拜的报告以上，恁若毋知影的吼，你会当伫会后来甲我问。来，主席长老，恁要问啥物？好，你是要甲我拔袍啊？好，感谢各位报告以上。青年吼。玉姐执事，伊嘛要报告咱的教会的即个logo，吼，伊则报告一下。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要来报告一下，我们就是有一个中云长老教会的 logo 的设计的征稿的竞赛。那大家刚刚也有在那个周报看到嘛？那我这边做细节的一个报告。那报名的资格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不管你是小朋友啦、长辈都可以。那我们那个报名的时间，上一页，好，下一页好了。对，然后我们报名的就是设计的要点，要以就是基督的爱，还有代表中云教会为设计的主轴，然后邀请大家来为中云教会来设计一个 logo。好，下一页。然后这边是参考，如果说你的 logo 的设计的话，我们中文的名称就是要有中云长老教会，那英文的名称就是以这一个的那个去做设计这样子。这个英文名称我们就统一以这个作为，是由长执会开会统一有这个名称作为我们设计的那个英文的名称。如果你的设计的 logo 里面要有英文名称的话，就以这个为设计的要点这样子。下一页。然后设计的话，你可以用平面或者是手绘的方式来做设计，就是你可以用手画，或者是说你可以用电脑去做设计。下一页。然后你设计的这个 logo 啊，我们会之后会用在我们教会的，就是文宣上面，或者是我们会如果印制衣服的话，也会印在这上面，就作为代表中云教会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图像这样子。下一页。
然后你的设计的东西呢，不能够书写跟你自己个人资料有关的东西，是要以教会为主这样子。好，下一页，再下一页。然后我们评选的方式啊，会分成2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话会先做一个初选，那我们会邀请3位评委，针对就是你设计的这个 logo 的那个意象，或者是你的题目的那个有长执会来做评委，还有整体的美感，然后以及说它可不可以作为之后就是印在文宣商品或者是衣服等等上面的那个作为评选。然后初选完之后会进到第2阶段的复选，这个复选呢就会要邀请大家一起为就是 logo 来做一个投票做决定。好，下一页。那这个就是参考其他的别人设计的 logo， 它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它可以用在我们的文宣或者是信封啊等等的上面这样子，这是做参考。那下一页，那缴交的内容的话有这一些，这个都有定在这边，就是到时候如果有想要参加的人，可以到当值座那边去拿，那这些文件都要写完。好，下一页。那我们的奖项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会选出3名，就是复选的时候会选出3名，然后会有奖金跟奖状这样子。那也会有选出佳作。那如果说作品没有达到那个预期的话，会再由评选的人会来做一个那个决定这样子，或者是重捐或者是不足额录取这样子。下一页。那我们征稿的时间的话，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4号。那如果说就是超过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受理。那我们初选的结果，我们会在9月7号去做公告。那复选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投票的时间是9月28号。那我们会在10月5号去做一个就是颁奖的那个就是的时间这样子。好，下一页。好，对，那这大概这样。然后你们的作品啊，可以要交，包含这个报名表的话，交给我或者是那个梦圆执事。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问我们2个。对，好，那问一下大家，我们收件时间到什么时候？好，谢谢。咱来吟上行诗歌，吟时后请牧师来祝祷，请掀开圣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爸囝圣神，敬拜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直到万世，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快乐，甲恁众人三合同在。愿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上帝看顾恁、赐福恁，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